台北市长郭文哲经花社案一审宣判，依照贪污道理定罪，刑期计共17档，天罚公权6档。中东战争所解的原料运不出来，咱国内有店家已经欠包装材料，韩国民众也咧抢买塑胶袋啊。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讲，中东的战争影响到 Trump 的优先顺序 ，Trump 施压要求英甲顿巴斯挂号落实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就来看这前台北市长郭文哲经花社案一审宣判，违背这职务受诬陷罪、多利罪判13档，天罚公权6档，公益侵占罪5档半，背信罪2档半，刑期计共是17档，天罚公权6档。根据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的规定，若是去互判10档以上有期徒刑，伫咧判决也未确定进前是袂使登记选总统的。这也代表讲郭文哲真有可能是失去2028选总统的资格。另外，这同一个案件被告沈庆京一审判10档，应晓薇15档半，李文忠4档半。暗时6点15分，郭文哲是已经开记者会回应。指控这规个案件是一个政治操作之下一场司法表演。支持者大声喊口号，前台北市长郭文哲面笑笑，下手第二，杨哥自头到尾拢无讲话就上车。会场外口一直拢有支持者声援，民众拢伫8年宣判了，也开记者会。司法不可以是政治工具，更重要的是，司法不可以是有权力的执政者打压在野党的工具，所以司法应当遵守程序正义，司法应该以证据为基础来办案，而不是以编故事的方法来定罪。这个案件并没有在追求事实真相，现在变成是一个早已经写好的政治剧本在善后而已。在这场审判当中，证据法则被抛弃了。郭文哲虽然被判17年，但过去年7000万交保挂电子卡条，限制出境出海，即便维持原处分，也若同款涉案的，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晓薇加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分别判15年6个月加10年，两个人拢被交保3000万。谢谢大家，我们现在在想办法帮妈妈筹钱。有什么想说的吗？谢谢。挂虽然无讲话，原本前台北市长办公室主任李文忠伫咧宣判进前，也阁讲袂担心，希望无罪。结果一审判合并应该执行有期徒刑4年6个月。虽然解除电子卡条，也我爱维持个案手机监控。为什么想要流泪？请小心，谢谢。不好意思，叫我们爸走路，不好意思哦。刚若是伫咧切目屎，包括公司负责人李文忠的小妹李文娟，因为公益侵占，不实制作会计凭证罪，被判2年4个月。经花社案件一开始是2004年，台北市议员张小平告发郭文哲涉贪，对判决的结果，张小平和法官正悬的评价。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情势先来看中东，美国总统 Trump 表示讲，虽然伊朗的嘴真硬，不过私底下是真想要赶紧讲和。不过，这伊朗的外交部长就随回应讲，目前是干那透过第三国来传话，并无和美国谈判，而且也明确拒绝美国的停火协议。伊朗依然是维持因过去的条件，要求美国得爱赔因战争的损失，而且保证美国发动攻击才有可能停火。美国总统川普伫华府举行的国会委员会募款暗会，对支持者展现充分的信心。伊讲美军伫苏西农会行动得到大胜利，并且讲德黑兰当局当私底下希望达成协议。川普认为伊朗的领导层伫公开场合否认，是因为惊受到国内民众或者是美军的报复，才互这场可能的谈判变成干来当做，袂当讲出来。And they are negotiating, by the way,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but they're afraid to say it because they figure they'll be killed by their own people. They're also afraid they'll be killed by us. There's never been a head of a country that wanted that job less than being the head of Iran. 针对川普的讲法，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吉随透过国家电视台宣布，批评美国一直讲到谈判本质上就是承认失败。阿拉吉证实，美国透过巴基斯坦、甲埃及等等的友好的国家，传达包含15点要求的方案，内容牵涉到停止浓缩铀、甲减少飞弹的计划。不过，伊朗方面看作是信息的交换，唔是谈判。مذاکره هم تا الان انجام نشد.
من با ضرس قاطع عرض میکنم در حال حاضر سیاست ما ادامه مقاومت هست، ادامه دفاع از کشور هست. بنای مذاکره نداریم. تا الان هیچ مذاکره هم صورت نگرفت. 伊朗目前拒绝美国的停火提案，甚至又搁提出5点的停火条件，包含停止暗杀因的官员，确保袂搁对伊朗发动战争的赔偿，停止敌对的行动，还有伊朗对荷姆兹海峡主权的行使。若无伊朗会继续封锁荷姆兹海峡，即马各人讲各人的，而且战火继续咧扩大。联合国的秘书长葛提瑞斯强调，战争已经突破各国领袖捌认为的袂当想象的界线，毋但造成人道的灾害，搁互全球的经济面对真剧烈的冲击。伊宣布指派特使去朝，并且直接点名美国甲以色列，强调即马就是互即场毁灭性的战争收煞时阵。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目前大众是拢咧关注美国甲伊朗的战况，已经战死当的罗西亚甲乌克兰的局势，煞也去影响到中东的战局。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将接受路透社的专访，讲这中东的战争是已经影响到 Trump 的优先顺序。若是这武器调过中东，即阵 Trump 搁甲乌克兰施压，要求因甲顿巴斯地区割予罗西亚，才会继续提供乌克兰安全保障。不过，泽伦斯基嘛强调讲，这顿巴斯地区是欧洲重要的防线，有丰富的资源。若是俄军退出顿巴斯，是会威胁到规个欧洲的安全。不过，即阵这 Trump 的态度转变，也互怀疑讲这过去的提案敢会有变数。亲像顶日罗西亚是要提出讲，只要美国莫搁甲乌克兰斗相共，因罗西亚就袂搁提供美军的情报互伊朗来使用。不过，当初是这美国虽然是已经有拒绝啦，不过即阵这欧洲的官员是真烦恼讲，若是伊朗的战争无法度收煞，美军的伤亡继续增加，这美国迄边无的确是会接受罗西亚的提案。这场二战以后欧洲上火兴的冲突已经拍4年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5日甲路透社讲，美国讲会提供乌克兰和平协议了后的安全保障，不过条件是支付再甲有东顿巴斯地区挂入予罗西亚。Американці готові на те, щоб фіналізувати ці гарантії на високому рівні, коли Україна буде готова вийти з Донбасу. На мій погляд, атмосфера, побудована російською стороною в діалозі з американською стороною. 泽伦斯基警告，撤出顿巴斯并不是明智防线，而是错误而且无道德，更加会危害欧洲的安全。Я ж не коробка цукерок, так, і не автомобіль, щоб подобатись або не подобатись тій чи іншій людині. Важливо, щоб я підходив нашому народу і виконував свої обов'язки. Тому я вважаю, що вихід зі Сход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 це високий ризик для України, для Європи. І в кінці кінців невдалий мир – це великі ризики для Трампа і його команди. 泽伦斯基讲，受到美伊冲突影响，本来交付数量就比乌克兰需求较少的爱国者飞弹，怎么也拄到供应中断的危机。不过乌克兰会继续反击罗西亚每一边的打击。伊也讲，罗西亚正利用伊朗对美国进行勒索。У мене є довідки нашої розвідки. Росія це робить і каже, я не буду Ірану передавати розвіддані, якщо Америка припинить передавати розвіддані Україні. Чи це не шантаж? Безумовно. 公司新闻网络媒编译。15至19世纪，欧洲的强国是甲非洲的黑人当作奴才卖去美洲，这20多年来拢是国际政治的敏感话题。但联合国大会25是通过一项非洲国家加纳所提出的草案，认定当年的买卖是上界严重的反人道罪，呼吁欧洲国家都爱赔偿。The result of the vote is as follows: in favor 123, against 3, abstentions 52. Therefore, draft resolution A/80/L48 is adopted. 这项草案所针对的是非洲奴隶贩卖的三大路线当中，后代人较知影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路线，时间差不多是公元1500年至1860年。
以欧洲列强为主的白人国家，甲部分非洲国家掌权的王朝交结，互几多百万的黑人变奴隶，互人当作商品卖去北美甲加勒比海各国。虽然黑奴制度早就是历史啊，非洲会伫欧美各国原来有平等的权利，甚至伫政坛嘛正出脱。不过以非洲联盟为主的国家，也是坚持要甲欧美白人国家算这条线。History does not disappear when ignored. Truth does not weaken when delayed. Crime does not rot, as we say in Africa. And justice does not expire with time. 面对非洲各国，大家拢要讨欧美感觉爱现代人为几多百年前的历史承担罪责，甚至付出赔偿，真无合理。The principle of non-retroactivity, a fundamental cornerstone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must be strictly upheld. References to claims for reparations also lack a sound legal basis. 除了欧美等白人国家甲非洲的黑人国家已经无共以外，投票的结果嘛反映现阶段地缘政治的差别。像讲甲美国同盟的日韩，日本选择弃权，韩国是投赞成票。那交战的罗西亚甲乌克兰，罗西亚是选择甲非洲拉美等所讲的全球南方共一阵线。乌克兰既然偏向欧盟，当然嘛是投弃权票。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毋那石油，连这塑胶的原料嘛运袂出来。咱国内是已经有店家开始咧欠塑胶落啊，甲便当客啊。经济部就发现讲是有一寡中盘商调工拖嗦嗦毋出货。公平会是警告讲，若业者联合囤货涨关价是违法的，公平会会查到底。刚出炉的面包，在疫情之后都会一个一个包起来，以求卫生。不过如今传出塑胶袋缺货，店家做生意也大受影响。饭店外口打广告讲以后袂阁免钱来提供塑胶落啊，这间饭店本地拢会订有 logo 的塑胶落啊，但即马增加成本起伤济，做小生意的根本都买袂落去。我们每一个面包刀这样包起来的话，你看我一天出了多少面包，至少也有破百，我们要另外去找纸袋来装。纸袋的成本就一定会比较高。业者毋那是要吸收起价的部分，若是塑胶落啊买无，一寡品项甚至是无法度买。目前敢若会当鼓励人客买环保餐麻肉，会当省就省。另外，连原本介绍敢若受季节影响的花店，拢受到冲击。一束的花，外口的包材是包括特落啊、干的落啊，甚至是阿古里的阿肉，拢是塑胶制品。即摆虽然货量够高，但厂商的报价已经调起2成到3成。我们尽可能去做一些高单价的话去做销售，这样才不会说这个成本比例在我们整个成本里面占太重。中东战争的影响是持续扩大，事实上，毋那塑胶制品，还有小食店的业者反映讲，就连平常时装便当的这纸鸭肉嘛拢起价啊，烦恼讲有可能变作起价的连锁反应，以后嘛降袂落来。纸盒目前它是有贵一点点呐，如果全部都涨价，以我们的用法程度，起码也要贵差不多3000多块钱。它的纸浆可能成本并没有太大的改变。那最主要是燃料成本的部分。就是能源成本。学者分析，目前加热产业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就是能源成本起的，应该持续关注能源的波动。降价市场烦恼的情绪一直拖。另外，面对塑胶落啊滋乱，公平会爱剔查。跟业者要资料，他回来我们要研析，而且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要经过委员会，我们尽量朝3个月来做。公平会表示讲，目前已经初步了解塑胶落啊的介绍材质等等，会以联合行为为主，若是有到立案来调查，找出不法。记者综合报道。也那韩国嘛，因为这原料石脑油进口袂入去，这塑胶产品的产量是敢若剩2-3成。真侪民众惊欠货，是已经抢买塑胶落啊，甚至惊这塑胶包装的泡面嘛对咧起价，赶紧要买起来囥。在乡里的超市，消费者除了买日常用品，嘛无袂记哩爱买一包本所专用的塑胶落啊。受到中东政府持续的影响，制作塑胶的原料石脑油，全球的供应是大幅缩减。石脑油是塑胶含乙烯制品的原料，对本所茶啊、食品的包装甲塑胶干啊，拢需要伊，互消费者是真烦恼。目前韩国的本所茶啊，大家拢抢要买，真侪赛事拢欠货。买塑胶落啊的网站是写无库存，进货的日期嘛无法度确定。那塑胶落啊，就连泡面嘛，民众抢要买，原因是泡面的内外包装拢关到瓦克塑胶薄膜。民众烦恼讲，石脑油的价销若大起，会直接推升包装的成本，带动泡面的价销来调起。 포장지가 비싸져서 비닐을 20리터짜리 10개를 사놨고요. 비싸질 거 우려해서 라면도 어제 많이 사놨어요. 포장지나 이런 것 때문에.
아무래도 포장지 가격이 원가에서 많이 차지할 테니까. 除了民生消费的造心，韩国塑胶业制造商是更加烦恼。安山一间生产农业和工业用的塑胶薄膜的老工厂，因为原料无法度对中东出口，只好减产，产量敢若平常时的2成到3成，剩的原料嘛敢若会当阁冻1-2礼拜。 옛날에 오일 쇼크도 있고 코로나도 거쳤지만 저희는 실제로 57년대 내사입니다. 꾸준히 한우물만 파서 왔는데 이번 같은 큰 경우는 크게 당하는 경우는 처음 하기 때문에 우리도 상당히 당황을 하고 있고. 根据韩国国家石油公司的数据，国际石脑油的计销对1月初以来是持续一直大起，目前起伏是高达127.9%。韩国的国内有生产石脑油，但是全国差不多40%的消费量拢爱外口进口，其中一半以上拢爱经过荷姆兹海峡。韩国的产业部门表示讲，目前塑胶落的储备量会当阁冻4个月，但是石脑油的库存敢若会当冻2礼拜。政府就是宣布这礼拜开始会实施石脑油的出口管制，来消透国内的情形。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中东战争造成真侪古迹废弃，干那这伊朗就56大古迹受损断。因那另外一边，泰国甲柬埔寨边境冲突，有一块土地是双方拢当作是领土，顶头有一座圣庙，这也去互百姓拢荒废掉。 宫殿外口规涂骹的碎玻璃，内底镜面的天棚甲壁明显毁损。伊朗18世纪风式遗迹，古丽斯坦宫、国教玫瑰宫结合传统波斯建筑加新建筑元素，是德黑兰上受欢迎，而且上有代表性的旅游景点之一。2013年列入世界文化遗址，即马去互战火毁损，建筑结构甲内部墙壁拢有破坏。In the case of Golestan. There was a building which was adjacent to the palace that was hit, and so just the waves and the bomb sort of waves hit also the building and caused some damage to the windows and structures. But of course, we will need once the security situation allows us to go and verify damage on the spot. 那玫瑰宫失去光彩，伊朗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报至少有4位古迹毁损，包括伫伊朗发现的17世纪40条宫，也有伊朗上古老的拜五清真寺、主礼清真寺，拢需要加强保护。换看东南亚，互战争毁损的，还有即个引起泰柬两国领土争议的圣庙，别为下次。即个有千年历史的古庙，甲五歌窟同款，由高明帝国建造，2008年列入世界遗产，互柬埔寨当作重要的文化遗迹。不过，去年泰柬两国几落届发生冲突，即个遗址有8成结果差不多崩塌。ការជួសជុលមែនតើគឺគិតពីពិបាកមែនតើកន្លែងខ្លះស្ត្រឹកឈើមួយចំនួនរចនាសម្ព័ន្ធប្រាសាទមួយចំនួនគឺកលនឹងរលំហើយឥឡូវយើងអ្នកជំនាញការបច្ចេកទេសទៅលើការជួសជុលហ្នឹងគឺវាតម្លៃហើយថាក្នុងពេលរដូវភ្លៀងខាងមុខនេះប្រហែលជាអាចមានកន្លែងមួយចំនួននឹងរលំធ្លាក់。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来听美国 Washington 是有一群台湾音乐家，因是邀请当地 Jazz 音乐的乐手做伙演奏台语歌曲。乐团的歌手是讲，这台语歌传承台湾人争取人权的历史，甲美国的黑人的民权运动历史是正相像。来看台语台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伫咧美国的采访报道。弦乐、乐琴、琴吉他、大提琴合奏，伫美国华盛顿煞听到台湾歌曲，阮也拍开心内门窗，阁有望春风。原来有一群住伫美国几啊十栋的台湾人，邀请在地爵士音乐家做伙演出。我爸爸妈妈甲我阿公阿嬷拢是听这个歌曲大汉的，用这个机会，互美国人了解咱正港的台湾歌成做什么款。住伫美国20几栋的音乐家李欣怡讲，这音乐就亲像白菜卤，融合无同的食物，煞是真合味。若是表演台语歌曲，即个伊嘛加入传统的美国黑人音乐。乐团的歌手嘛讲，伫准备的过程当中，伊嘛更加熟悉台语的文化和历史。The human rights struggle over the decades that the Taiwanese people, and even to this day, the struggle for their freedom and their humanity links up very well with the human rights struggle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people. Those two aspects, I think, match up the music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with African American music, especially those of Nat King Cole.
头一摆听到用台湾乐器演奏音乐家 Nat King Cole 的微微啊笑，美国观众是真痴迷。What a great combination of having a fusion Asian Nat King Cole, and actually it was a lot of interest to try to figure out exactly what that was all about. Music that most people would think was only American, but the everything fit beautifully together. 现在这种乐器，伫美国因较无听过这种物件，所以我就尽量把二胡的特色甲表现出来。除了爵士音乐，伊嘛试过少年人介意的摇滚音乐。乐坛嘛认为台湾歌曲传承台湾人争取人权的历史，这甲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历史真相像。伫美国的台湾音乐家嘛希望透过演出，让更加侪人听到台语音乐。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美国华盛顿报道。最近伫咧巴西街仔路，竟然是有8查甫人约一只水猪，搁举棍仔甲讲，警方已经抓到这阵嫌犯。水猪看起来真温顺，嘛足古锥的，所以伫网络顶面有足侪人介意。啊，毋过伫伊的原产地之一的巴西，煞有人对因下手。伫咧里约热地图街仔头的监视器会当发现，水猪走伫咧头前，啊有8个查甫人走伫咧后壁，哪行哪讲，讲甲即只水猪疼甲伫涂骹哀哀叫。Que a gente costuma receber muita briga entre elas, né? Uma machucando a outra, animal atropelado, mas a gente nunca recebeu um animal que tivesse levado paulada, como foi esse caso. 这阵做假的查甫人，迄天就去互警察抓到啊！去互攻击的是一只有65 kg 公的水猪，去互官方送去野生动物照顾中心做治疗。兽医讲，虽然伊头壳受伤，内底有肿起来搁流血，啊，毋过已经恢复活动。Mas ela já está vocalizando, já está comendo, já está bebendo água, então ela está tendo uma evolução muito positiva. Não posso tirar ela ainda de risco, tá? Porque o trauma que ela passou é um trauma cerebral, principalmente, que pode ainda evoluir negativamente. 水猪是伫咧南美洲原产的，是全世界上大的喙齿类的动物。平常时因拢伫咧水边咧生活，有当时阵嘛会去到都市，所以后去互车撞到，甚至是甲猫啊、狗啊或者是人去发生冲突。毋过警察讲，水猪基本上袂造成任何的伤害。即阵人安尼歹心恶毒毒，实在是足无天良。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但卖研究是发现讲，占位的超音波听力非常好，科学家是爱算利用因这款优势，开发因专属的警示器，避免因咧过车路的时阵去互车弄死。也那另外是有一阵科学家，甲70多年前珍贵的录音所画化，呈现海峡的歌声，做快来看。天色渐渐暗，高本下根是无远，即阵会甲人插到的小生物，当面对生存的威胁，因为过冬了后进入生态期，因得爱拼性命过马路找因的配偶。But in order to find mates, the hedgehogs need to travel from here and over to the royal gardens, and they tend to get run over by the cars here because there's so much heavy traffic. 据统计，当年有1/3的占位互车祸害死，伫南北已经互列做是强要断种的物种，表示数量有明显的减少。为了加研究，科学家重点放伫声音，透过微电脑动站扫描，发现欧洲占位的耳骨构造甲密度真相像，会当听到85,000克的超音波，比人、猫仔、狗仔的听觉上限加真济。That means that we could target sound repellents at hedgehogs that wouldn't bother humans and our pets. I don't want the hedgehogs to stop crossing the roads altogether. So we have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crossing the roads when the sound repellents are not present. I'm hoping to have these repellers fitted into cars, on robotic lawnmowers that could also hurt the hedgehogs, on garden trimmers as well, to warn the hedgehogs and scare them away temporarily so that they don't interact with these potentially, dangerous devices. 声音的研究唔但会当预防动物互车祸害死，要互放袂记的录音，也通互咱更加理解动物。美国科学家最近意外发现一段1949年珍贵的录音。当年研究人员咧试海军声纳的时，也做伙录到这个不明的声音，主当时唔知影这就是海鸥的歌声。这段录音的重要性，毋但是海鸥咧唱歌，更加关键的是，伊记录苏当时比即马更加恬静的海洋。因为经过几60年，海洋的环境已经大大改变，包含温度、pH 值，甚至是噪音。A lot of ocean life rely really, really heavily on sound.
And whales are a great example of that. You know, they use calls to communicate, and in the case of humpbacks and many other species, they use song as a reproductive display. So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their biology. 对城市内底占位到深海当中的海鸥，科学家当透过声音密码，伫愈来愈吵闹的大自然当中，为即寡要长种的生物找到会当继续活落去的出口。公司新闻林义竹编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